许多超过60岁的长者都有过这样的经验：夜里醒来不止一次，必须频频起身上厕所。很多人觉得这只是年纪大了的正常现象，忍一忍就好。但事实真的如此吗？根据卫福部的调查，台湾高龄长者中有将近1/3的人因为夜尿而中断睡眠，这不仅影响休息品质，更可能是肾脏在发出的警讯。我正在求救。我是张医师，照顾高龄健康超过30年，在门诊里，我常听到长辈无奈地说：“医师，我晚上常常醒来，难道这就是老了吗？”其实夜里频繁醒来，可能意味着肾脏正在加班，功能已经不堪负荷。在开始分享之前，我真心想知道这样的内容对您是否有帮助。如果觉得有，请在留言区输入1；如果还没有，也没关系，输入0就好。每一个回音对我来说都是一份珍贵的礼物，能帮助我更贴近您的需要。请您跟我一起看到最后，因为在影片结尾，我会告诉您3个简单却关键的养肾习惯，帮助您睡得更安稳，减少夜里频频醒来的困扰。那么在揭晓方法之前，我们先来理解为什么随着年龄增长，夜尿问题会变得越来越常见。为什么年纪越大，夜里越容易频繁醒来呢？答案往往不在于睡眠品质差，而是出在肾脏和膀胱。随着年龄增长，肾脏的过滤功能会逐渐下降，本来应该在白天完成的排泄，反而拖到夜里进行。这代表当身体需要休息时，肾脏却还在加班。同时，膀胱的容量也随着年龄缩小，年轻时能安稳睡一整夜，年长后却因为膀胱存不住那么多尿液，不得不起来数次。这种情况虽然常见，但并不代表可以忽视，因为它往往是肾脏负担过重的早期警讯。很多长者会以为只要忍耐就好，或者告诉自己这是老化正常现象。然而，如果夜尿频率愈来愈高，甚至影响到白天精神，就必须特别注意。这很可能是肾脏功能正在悄悄下降的信号。所以，夜尿不单只是生活中的小麻烦，而是健康上不容忽视的问题。理解了这一点，我们就能更正确地看待夜间频频醒来，而不只是归咎于年纪大了。接下来，我们要思考一个更重要的问题：如果长期忽视夜尿，身体会承受哪些风险呢？许多人会觉得夜里醒来2-3次只是小事，反正再睡回去就好。但事实上，长期的夜尿往往暗示着肾脏健康正在恶化。当肾脏无法有效过滤血中肌酸酐 creatinine 会逐渐升高，这是一个明确的指标，显示肾脏正在失去应有的清除能力。更严重的是，夜尿往往和其他慢性疾病同时出现。高血压患者因血压控制不良，加重了肾脏负担。糖尿病病人若血糖长期偏高，肾丝球就会慢慢受损。心脏病人则因血液循环不良，使得肾脏供血不足。这些问题彼此交织，使得夜尿不再是单纯的睡眠困扰，而是前脏的慢性肾脏病危机。若忽视夜尿，许多人会错失早期发现肾脏病的机会。当症状真正明显时，往往已经进入慢性肾脏病的中后期，治疗上更为复杂。这也是为什么医师常提醒，夜尿不是正常老化，而是肾脏发出的第一声警报。我想问问正在观看的您，是否也曾经把夜尿当作小事？如果有过类似经验，请在留言区分享您的故事，让更多长者能够警觉，不要再忽略这个看似微小的症状。那么，夜尿背后的医学机制究竟是什么？接下来，我们要用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解析。许多人会觉得夜里醒来2-3次只是小事，反正再睡回去就好。
但事实上，长期的夜尿往往暗示着肾脏健康正在恶化。当肾脏无法有效过滤血液，血中肌酸肝 creatinine 会逐渐升高，这是一个明确的指标，显示肾脏正在失去应有的清除能力。更严重的是，夜尿往往和其他慢性疾病同时出现。高血压患者因血压控制不良，加重了肾脏负担。糖尿病病人若血糖长期偏高，肾丝球就会慢慢受损。心脏病人则因血液循环不良，使得肾脏供血不足。这些问题彼此交织，使得夜尿不再是单纯的睡眠困扰，而是潜藏的慢性肾脏病危机。若忽视夜尿，许多人会错失早期发现肾脏病的机会。当症状真正明显时，往往已经进入慢性肾脏病的中后期，治疗上更为复杂。这也是为什么医师常提醒，夜尿不是正常老化，而是肾脏发出的第一声警报。我想问问正在观看的您，是否也曾经把夜尿当作小事？如果有过类似经验，请在留言区分享您的故事，让更多长者能够警觉，不要再忽略这个看似微小的症状。那么，夜尿背后的医学机制究竟是什么？接下来我们要用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解析。当肾脏无法正常发挥功能时，最常见的表现就是血液中的肌酸酐 creatinine 上升。肌酸酐是一种代谢废物，正常情况下应该由肾脏排出。然而，当肾丝球过滤率下降，这些废物就会累积在血液里。结果是什么？身体开始感到疲倦，精神不集中，夜里更容易因胃不适而醒来。除了肌酸酐，肾脏过滤失常还会导致尿液生成的时间错乱，本来应该在白天完成的排泄，反而延后到夜里进行，造成夜尿频繁。这也是为什么许多长者白天并不觉得异常，但夜里却总是被迫中断睡眠。另外，肾脏功能不足会影响体内水分、与电解质的平衡。当钠钾浓度不稳定时，不仅影响血压，也可能进一步破坏睡眠品质。长期下来，整个身体的代谢系统都会被牵连。因此，夜尿不仅是老了会有的小毛病，而是肾脏机能下降的早期指标。医学数据显示，许多慢性肾脏病患者在初期并没有明显症状，唯一的表现就是夜间频繁起肾。若能在这个时候及早注意，就能争取到最佳的治疗时机。理解了现代医学的观点后，您可能会好奇，中医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呢？除了现代医学的观点，中医也对夜尿有不同的解释。中医认为，肾脏不仅是生理上的过滤器官，更掌管肾气。当肾气虚弱时，人体的水液代谢会出现障碍，于是本该白天完成的排泄转移到夜里进行，造成夜尿频繁。另一个常见的中医说法是肾气不固，关门不严，意思是说肾的气不足以关闭控制尿液的闸门，因此水分容易在夜间流出。虽然这听起来抽象，但其实和现代医学的解释相呼应，肾功能下降，控制能力就会减弱。中医也会将夜尿与体质联系起来，例如有些人属于湿重体质，容易水肿，痰多，夜里起身次数就会增加。针对这类情况，中医常建议从饮食着手，减少过咸、过油的食物，搭配一些利水、健脾的药膳。不过需要提醒的是，中医观点并不是要取代现代医学，而是作为辅助的参考。若长者夜尿频繁，仍需透过血液检查和专科医师的评估，才能真正确认肾脏状况。了解了中西医对夜尿的不同诠释后，下一步我们要探讨的是，如果长期放任这种情况，会对身体带来哪些长远的影响？夜尿一开始也许只是夜里醒来1-2次，
看似影响不大，但随着时间推移，它会逐渐带来更深远的后果。首先，睡眠被中断，长者难以进入深层睡眠，长期缺乏高品质的休息，会导致白天精神不济、记忆力下降，甚至增加忧郁和焦虑的风险。这不只是生活上的困扰，更会影响整体健康。其次，夜里频繁起身容易造成跌倒。对于骨质疏松的长者来说，半夜光线不足，稍有不慎就可能骨折。许多研究指出，夜间如厕导致的跌倒是高龄族群最常见的意外之一，这样的伤害往往让人从此失去自理能力。此外，肾脏长期超载工作会让功能衰退更快，夜尿只是最初的信号，背后往往潜藏慢性肾脏病，如果不及时处理，将逐步发展成更严重的肾功能不全。我想问问您，是否也曾在半夜起身时感到害怕，担心在黑暗中跌倒，却又不得不起来上厕所？如果有这样的经验，请在留言区分享，让更多人能提高警觉。夜尿看似单纯，但实际上牵动足睡眠、精神，甚至安全。那么，除了本身的病理因素外，还有哪些日常习惯会让夜尿问题变得更严重呢？许多长者面对夜尿，常常因为观念不正确而让情况恶化。以下几个错误习惯是我在门诊最常遇到的。第一，睡前大量喝水。很多人担心半夜口渴，于是临睡前补充过多液体，结果不但没有改善口前，反而让膀胱更快装满，夜里被迫起身次数增加。正确做法是白天适量补水，晚上则需适度减少。第二，饮食过咸。高钠饮食会增加体液量，迫使肾脏排出更多水分，尤其是爱吃泡面、腌制食品或加工肉类的长者，更容易出现夜尿频繁。减盐不仅能保护肾脏，还能帮助控制血压。第三，随意使用利尿剂。有些人听朋友建议或自行购买药物来解决水肿。事实上，利尿剂必须由医师评估后才能使用。乱服用会让肾脏更疲惫，甚至造成电解质失衡。这些习惯看似小事，却会让夜尿问题恶化，并增加肾脏的长期负担。避免这些错误是保护肾脏的第一步。既然如此，您可能会想知道，台湾的数据显示，夜尿与肾脏病之间的关系到底有多普遍呢？根据台湾卫福部的统计，慢性肾脏病的盛行率大约在12%左右，也就是说，每10位成年人就有1人正受肾脏问题影响。然而，最令人担心的是，超过一半的患者直到病情进展到中晚期才被发现。这意味着许多人在日常生活中忽略了早期的警讯。夜尿正是其中最常见却最容易被轻忽的信号。许多长者认为只是多起几次夜里没什么大不了，结果错过了最佳的检查与治疗时机。当真正出现肾脏肿胀、脚踝浮肿或持续疲倦时，往往已经是病程进展。临床上，我经常遇到病人回忆说，如果早一点注意夜尿，或许就能提早控制血压和血糖，延缓肾脏的恶化。这也是为什么医师不断强调，夜尿病不是单纯的生活不便，而是身体在提醒您肾脏出了问题。所以，当夜尿频繁发生，不要再认为这是年纪大了就该如此。事实上，它是最直接、最早出现的肾脏警报。那么，如果我们继续忽视，会带来什么样的严重后果？接下来我要谈的内容，或许会让您更警觉。许多长者一再告诉自己，老了本来就会夜里常醒，但这种想法往往让人错过了肾脏向外发出的求救信号。夜尿不是自然老化，而是肾脏无法负荷的结果。当肾脏持续加班，体内毒素越积越多，
血压控制愈来愈困难，甚至引发心血管问题。若这时候还不重视，往往一步步走向慢性肾脏病的深渊。从最初的夜尿，最后可能发展到需要透析治疗。这种转变并非一夕之间发生，而是长期忽视的累积。每一次夜里醒来，都是肾脏在提醒我需要帮助。如果我们仍然告诉自己这是正常，就等于放任肾脏逐渐衰退。这就是为什么我常提醒长者，千万不要把夜尿当作生活的小插曲，它是一个警钟，提示我们必须采取行动。说到这里，您可能会想知道有没有真实的例子可以佐证。接下来我要分享一位72岁病人的，我想起一位病人，72岁的林先生，他多年来都有夜里频繁起身的习惯，几乎每晚都要醒来4到5次。对他来说，这只是年纪大了的正常现象，所以从不特别在意。然而，随着时间过去，他开始出现新的状况。早晨起床时，他发现自己的脚踝常常浮肿，走路容易疲倦。刚开始，他依旧安慰自己，只是老了，体力差一点。直到有一天，他在半夜起身后感到极度头晕，几乎跌倒，这才惊觉问题严重。家人陪他到医院检查，结果显示血液中的肌酸酐明显升高，医师诊断为慢性肾脏病。林先生很意外，他从未想过夜尿竟然和肾脏疾病有关。医师告诉他，如果能在早期就注意夜尿，或许能更早开始调整生活方式，延缓肾脏功能的恶化。在接受建议后，林先生开始认真改变，他调整饮食，减少盐分摄取，并且把爱吃的加工肉品换成新鲜食材。医师建议他每周2到3次喝适量的绿豆汤，帮助利水清热，减轻肾脏的负担。他也养成定期测量血压与检查血液的习惯，避免再一次忽略身体的讯号。几个月后，他告诉我，夜里醒来的次数明显减少，有时甚至能一觉到天亮。最重要的是，他的精神变得更好，白天活动也恢复了以往的自信。林先生说，我现在才知道，夜尿真的不能小看，它其实是肾脏在提醒我们要改变。这段经历让我再次确信，夜尿是身体发出的早期警告，只要愿意重视并采取行动，就能避免走到不可逆转的地步。既然如此，接下来我们就要进一步了解科学与营养方面能提供哪些实际的方法，来帮助我们减轻夜尿，保护肾脏。从林先生的故事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当夜尿背后隐藏肾脏问题时，调整生活方式往往能带来明显改善。那么，从科学与营养的角度，我们可以怎么做呢？第一，饮食清淡是保护肾脏的基础。过多的盐分会加重肾脏负担，让体内水分更容易滞留。建议长者将每日钠摄取控制在推荐范围内，少吃加工食品，多选择天然食材。第二，适量摄取绿豆。中医认为，绿豆具有清热利水的效果。现代营养学也指出，绿豆含有丰富的植物蛋白与抗氧化成分，有助于减轻肾脏压力。建议每周2到3次煮成清淡的绿豆汤，不需加入过多糖分，就能发挥辅助作用。第三，保持规律的作息与充足睡眠。睡眠不足会进一步破坏内分泌平衡，使血压与血糖更难控制，肾脏也因此更疲惫。每天固定时间就寝与起床对肾脏的保养同样重要。第四，定期检查血液，透过血液检验肌酸酐和肾丝球过滤率，能及早发现肾脏是否出现问题，这比等到症状恶化才就医要有效得多。这些方法看似平凡，却是最稳健的养肾之道。只要能长期坚持，
夜尿的情况往往会逐渐减轻，生活品质也会明显提升。最后，让我们一起回顾今天的重点，并把握住3个简单却关键的养肾习惯。夜里常常醒来，并不只是小事，它往往是肾脏在对您发出的第一个警讯。很多人以为这是正常老化，但今天我们已经一起了解，夜尿可能隐藏着慢性肾脏病的风险。回顾今天的内容，我们谈到了夜尿的原因，它与肾脏功能下降的关联，以及忽视后可能带来的长期危害。我也分享了林先生的故事，他的经历提醒我们，只要重视并改变，情况是可以改善的。正如我在开头承诺的，3个养肾习惯非常关键。第一，饮食清淡，减少盐分与加工食品。第二，保持规律作息，让肾脏有充分休息。第三，定期检查血液，提早掌握肾脏状况。绿豆汤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利水清热，但它只是辅助，真正重要的还是全方位的生活调整。如果今天的分享让您获得一些启发或安心，请帮忙把影片分享出去，或在留言区留下您的经验，这会让更多人受益。本影片仅供健康参考，不能取代专业医师诊断与治疗，使用前请务必询问医师或药师。祝您夜夜安眠，肾脏健康。